廣州鐵路博物館的前身，是1901年建成的黃沙車站。粵漢鐵路起點，詹天佑曾在此坐鎮。1946年更名廣州南站，後為華南最大貨運站。2005年關閉。經魯職工爭取，舊倉2014年獲評歷史建築，2022年中改建為博物館，珍藏飛輪、徽章等4000文物。如今它守護着粵漢鐵路起點的百年榮光。眼前是建設型蒸汽機車。1946年，大連機車車輛廠對 LV 型代號 LV1 進行改進設計，次年7月試製成功。出廠時，毛主席親自登城，隨後命名為建設型，代號 JS， 成為20世紀中葉中國鐵路幹線貨運的主力之一。這台建設6500，由大同機車廠1986年製造，自重103噸，長23.34米，設計時速85公里，曾配屬廣鐵集團海南機務段。2020年5月入館。兩車之間車鈎原來存在高低差。粵漢鐵路武昌廣州黃沙與廣九鐵路廣州大沙頭九龍是兩條定位不同的鐵路，前者是貫通南北的國家大動脈，後者是連接香港的跨境支線。兩線原本各自運營，1937年建成，廣北聯絡線後實現互聯。1946年黃沙站客運業務轉移，大沙頭站成為兩線列車共同的始發中到站，形成華南重要客運樞紐。